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讲兄539频道。我讲兄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3月17拜一精彩539沙册高峰版。咱今日这版呢，为8月初一开始，8月初一2730开第3粒甲第4粒，开咧同期，下4期1、2、3、4。8月初六该画起来，咱先来看这期2730开同期顶8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顶8期第3粒1、2，过来9、10、11、12、13，顶13期第5粒3、7，过来下1期第1粒01，这3粒豆仔01、1、2、3、7。会伫咧2730下4期顺开，咱先来看01第1粒顺开，过来1、2第3粒顺开，过来3、7第5粒顺开，沙册高峰。过来，咱即摆来看第2期，第2期伫咧10月16，这嘛是共款。2730开同期第3粒甲第4粒，下4期1、2、3、4，10月21该画起来。共款2730下1期第1粒，过来顶8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顶8期第3粒，过来9、10、11、12。13顶13期第5粒，这3粒豆仔01、17、35，共款爱伫咧2730下4期开。咱先来看01第1粒顺开，过来17第3粒，35第5粒，共款是沙册高峰。即马咱来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伫咧3月12。3月12，这嘛是共款2730开第3粒甲第4粒，下4期1、2、3、4。3月17该画起来，共款2730下1期第1粒，过来顶8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第3粒，过来9、10、11、12、13，顶13期的第5粒，这3粒豆仔，共款爱伫咧2730下4期开，下4期就是咱3月17拜一。我讲遐甲大家介绍即版精彩539沙册高峰版，这3粒豆仔03、1、2、35，互大家做3月17拜一。精彩539沙册高峰版参考，这3粒豆仔大家嘛会当坐车做使用。以上是黑狗兄今日的分享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，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黑狗兄的影片，大家再会。